Hello，大家好，我係中珠肥神啊。今日咧開一期特別節目，肥神咧就特登約咗一個我哋日進半島3期已經係購入咗我哋35棟01號房，目前咧係買咗一個中間樓層，所以咧今日肥神同埋呢一位業主朋友做一個專訪，都好俾仲打算入手我哋日進半島3期嘅朋友咧，去由業主嘅角度去了解一下，會選擇呢一個戶型。咁呢位朋友同大家打下招呼，點稱呼你啊？可以叫我 Alice。Alice 咧，佢本身嘅話咧，都係響珠海嘅話咧，係有一個穩定工作嘅，咁所以咧就想向珠海市區呢一邊定居。咁咧，最後係選擇咗我哋日進半島3期嘅呢一個樓盤嘅。咁我想問下 Alice 咧，你揀日進半島3期呢一個樓盤嘅原因係咩？可能佢係因為比較近珠海，距離我上班時間都上班地點都算相對比較近，以及可能預算位置到我自己心理預期咯。咁唔知 Alice 有冇了解過，除咗我哋日進半島呢一個地段之外咧，同地段係咪仲有其他嘅樓盤產品咧？日進星源啊，仲有前山郵局嗰邊仲有一個交盤咗好耐嘅小區，但係我都睇咗呢幾個之後，覺得可能都係日進半島咁適合我咯。其實咧，日進星源同埋我哋嘅日進半島係同一個開發商嘅，你知唔知啊？呢兩個盤你最後買咗日進半島係因為你覺得響邊方面日進星源嘅話咧係會比唔上日進半島俾你嘅一個期望咧？日進星源佢首先佢係交盤咗好耐嘅，而且有一個就係佢哋個地理位置可能我咁偏向日進半島咯。哦，即係你覺得日進半島足夠近珠海。我想問下Alice，你響買我哋日進半島之前咧，你係住響珠海邊度嘅？住喺前山嗰邊。就對於住前山啊，特別係翠微同埋上涌呢一邊有穩定工作生活嘅朋友咧，咁日進半島個位置可以話係非常便利嘅吓。所以 Alice 咧，其實係考慮到一個供樓嘅一個壓力啊。坦洲嘅呢幾個至近珠海市區嘅樓盤咧，最後 Alice 都係選擇咗我哋日進半島3期。咁呢個咧係基於一個價錢嘅考慮。咁我想問翻 Alice 啦，咁除咗一個價錢之外咧，因為屋係攞嚟住噶嘛，價錢啱咧當然之好。咁喺我哋日進半島咁多戶型產品裏面，點解你會揀咗我哋01戶型嘅？開頭我係睇啱咗嗰個03個90方嘅，因為佢個朝向會比較好一啲。我係04。04戶型嗰個朝向嗰啲會比較好一啲，但係佢就係細一啲。之後我帶咗屋企人嚟睇，大家都覺得有啲細啊，特別係個主人房，如果裝嗰啲櫃啊，可能住得就冇咁舒服。之後就睇咗01戶型，因為佢大一啲嘛，102方，但係實際得房嘅話，可能係100方左右，所以講佢整體空間係比較適合我嘅，而且佢主人房會大一啲啲咯。之後我就揀咗，因為雖然講01佢係朝南方向嘅，但係個價格擺喺度，所以講喺價格同朝向嗰方面嘅話，可能我就選咗價格咯，適合自己覺得可以就差唔多。本身嘅話咧，係希望以一個入門級嘅一個預算去購入我哋日進半島3期嘅產品。佢呢個廚房係比較吸引我嘅一個點。其實佢呢個多咗一個吧台嘅話，其實如果係簡單食飯需求嘅話，唔一定係餐台嘅。其實點方便點利咯，可能會仲舒服啲。開放式廚房咧係喺呢一個洞區設計嘅其中一部分嚟嘅，佢咧叫做 LDK 一體化，就同我哋家下市場現行嘅4代宅嘅洞區結構其實係一樣嘅。因為咧 LDK 一體化係咩嚇？肥省簡單做個科普，就係咧佢嘅廚房一般都係會配備一個島台，加埋佢可以響開放同埋封閉式去做翻一個切換，而且切換嘅模式一般都係以玻璃門為主。然後咧
佢嘅一個廚房、客廳同埋餐廳，佢係形成一個打通嘅狀態，所以咧令到一家幾口咁，無論你係響廚房工作，定係響餐台等嘢食，或者係響客廳嗰度睇電視，咁家人之間嘅一個溝通咧係唔會存在障礙，都唔會因為牆與牆之間嘅阻隔咧，令到家人之間嘅一個溝通變淡變冷。呢一個咧係四代宅嘅一個結構初衷，但係咧我哋日進半島其實將呢一部分，我哋相當於係享受型產品啊，即係咧本身你係要使2字頭2萬起嘅一個單價，先至可以享受到嘅一個戶型。依家向我哋日進半島3期34同埋35棟嘅01號房，你僅需1半唔到嘅價錢就可以享受到4代宅嘅一個戶型結構啦。所以日進半島嘅產品本身咧，佢就係向一個剛需嘅產品定位上面基礎上，佢會做出一啲革新。咁同比起之前嘅日進半島1期同埋2期嘅產品嚟講咧，其實3期嘅產品佢響保證剛需需求嘅前提之下，都會俾到一啲新嘅 idea 同埋設計俾到各位朋友嘅。咁對於你依家揀嘅呢一個01戶型啊，你自己有冇咩係唔滿意，或者係話覺得有少少將就嘅地方呢？因為到而家都好期望快啲交樓嗰啲咯，等入住可能會發現更多問題咯。但係現階段嘅話，其實仲未有咩唔滿意嘅。又翻嚟呢一個熟悉嘅樣板間嚇，咁唔知嚟緊你對於自己嘅新屋裝修有冇咩初步嘅諗法呢？盡量打造自己一個適合自己覺得舒服嘅屋咯。咁 Alice 整體對自己買嘅房都係比較滿意嘅。想問下 Alice 咧，就買日進半島3期嗰陣有冇考慮過停車嘅問題？了解過，其實覺得大概了解個車位大概幾多錢，之後好似如果冇車位嘅話，好似係一日係頂峰10蚊咯。咁計下你如果一個月就300蚊左右，你亦都可以向買咗車位嘅業主去租咯。其實都係之前了解過，日進半島嘅一個地庫車位其實都係相對比較充裕嘅，係嘛？呢個都係冇咩問題嘅。今日同 Alice 嘅一個業主專訪都已經係差唔多結束噶啦。咁我想最後問翻個 Alice 一個問題嚇。咁我想問下你今年幾大？今年27。作為27歲嚟講，咁靠自本身年紀又唔大嚇，因為咧都未到30而立嘅年紀。咁我想問下，Alice 你當時買我哋01戶型嘅一個單價係幾多啊？當然啦，比起幾年前咧日進半島嘅價錢，其實已經係非常之理想噶啦。Alice 咧都係響一個30而立之前嚇，依靠自己嘅雙手同埋勤力。成功咁做咗我哋日進半島3期中剛需戶型嘅一個業主啊，唔係準業主嚇，已經係落咗訂噶啦，已經簽咗合同，已經係呢度嘅業主嚟噶啦所以呢，Alice 對自己一手一腳揾翻啦間屋翻嚟，有冇咩想同大家分享下，或者係鼓勵下大家嘅呢？認真工作咯，明天會更好。咁日進半島提供不同剛需房戶型產品選擇嘅初衷呢，其實都係希望有唔同收入情況嘅一個剛需家庭都可以向距離珠海市區最近嘅地方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嘅家。所以呢，不管大細，啱自己就得噶啦，只要係自己真心實力係嘛，勤力工作揾翻嚟嘅。咁 Alice 向大家證明咗，你勤力揾錢係真係可以揾間屋翻嚟嘅。響日進半島3期，勤力嘅人係可以實現到你嘅夢想嘅。所以如果呢，對於日進半島嘅各個剛需戶型有咩想了解嘅話呢，都歡迎你哋 follow 翻肥陳嘅 channel， 咁同肥陳保持一個積極嘅溝通，都可以通過視頻下方嘅一個聯繫方式，
揾到阿肥神。最後呢，肥神都多謝 Alice 今日呢，向一個寶貴嘅雙休假期，特登抽時間同阿肥神做一個專訪啊！非常多謝你啊！咁我哋今日嘅視頻呢，都差唔多結束㗎喇。咁我哋肥神同 Alice 同大家講聲再見啦，拜拜。